的万金油外交？我觉得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哦。这个韩国瑜市长如果再选总统的话，就必须要比较严肃的来看这个问题啊。他的万金油理论我是不懂的哈，但是这几年我们是致力在外交工作上啊，除了对邦交国我们真心诚意的提供协助啊，那也希望就是说他们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可以因为我们的协助而能够有进步。那么在非邦交国的部分，尤其是主要国家的这些外交关系上，我们其实进步很多。那我们现在在国际社会上的支持其实是很强的哈。那很多国家都用不同的方式加强跟我们的关系，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有史以来国际支持最强的时候啊。那也因为是如此，我们的国防自主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军购也好，都能够顺利的进行啊，让我们整个国家的国防的力量也增加了很多啊。那这一些都是外交啊，这是我们整体面对国际情势里面所做的努力。那在这里，我倒是要提出来一点，也就是说，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它不会是因为不同的人执政而有不一样。我们必须要了解，今天的中国对这个区域的企图心甚至野心，其实是非常强烈的。中国想主导这个区域，那台湾当然就是首当其冲。所以对台湾的打压，希望台湾低头，这个是从来都不会间断的事情。那我们面临这个外处境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难道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主权上面的让步，或者用大量的金钱去维持邦交吗？我相信很多的台湾人也是不能够接受的。那我也要在这里说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不会停下来，因为它的企图心是非常的强烈，希望能够主导这个跟主宰这个区域。那台湾人只有一条路，就是台湾人要团结，台湾人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台湾人要勇敢的承担，让这个中国不会得逞，让他们不能够步步进逼。那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整体面对中国步步进逼的这个打压的最好的策略。所以我也要告诉国民党我们都在同样一条船上，这件事情是我们要团结的时候，倒也不是到了选举的时候拿来做政治操作的议题。